喂，大家好，我係 Gary，我係 Maggie。我哋而家喺多倫多市中心娛樂區 Entertainment District，準備為大家介紹一個筍盤，一間580尺一房一個廁所嘅 condo 單位。係喎，500尺 one bedroom 喺呢個區好少有喎。係啊，咁不如我哋而家帶大家上去睇下。位於多倫多娛樂區核心地段，鄰近金融區 Rogers Centre、Scotiabank Arena， 仲可以近距離欣賞 CN Tower 嘅壯觀景色。行幾分鐘就到 TIFF 電影中心，交通方便，購物飲食一應俱全。Pinnacle on Adelaide 位於多倫多295 Adelaide 街，由著名發展商 Pinnacle 2014年建造。呢一棟46層高，超過580個單位嘅豪華公寓，大家係咪好想入去睇下呢？一入到嚟，右邊就係洗衣房，隔離就係廚房。廚房係用咗而家流行嘅白色令面櫥櫃，令廚房感覺更光猛、更開放，亦都易於清潔。配有名牌不鏽鋼家電，雲石台面 Black 已經係入門必備。台面主食位置唔算太多。我 suggest 呢度擺個 island， 方便煮完嘢擺啲餸過嚟。係咪啲空間好大啊？跟住行去客廳，呢度空間感十足，可以擺放一個3人梳化座椅，加個靚茶几。Floor to ceiling 落地大窗，帶嚟充足嘅自然光，亦都有開揚景觀，冇遮擋，可以望到市中心娛樂區最繁忙嘅一面。飯廳剛好喺廚房同埋客廳嘅中間。行前啲，呢個位置可以加個電腦台、電視機，坐低喺屋企做嘢好方便。跟住我哋一齊行入去睡房睇下，裏面空間夠大，擺一張 king size 或者 queen size 嘅床，都仲有好多地方可以用。睡房設有男女兩邊嘅衣櫃 his and her closet， 另外呢度可以直接通往浴室，非常之方便。呢個特大嘅洗衣室就係我嘅摯愛，裡面有好多地方掛衫或者擺鞋架同埋啲唔常用嘅雜物。大廈設施包括位於10樓超過5000平方尺嘅空中花園、特大宴會廳，咁就可以約埋一家大細或者親朋戚友喺度開 party gathering。喺出邊仲有戶外燒烤設備，簡直就唔覺得自己身處咗喺市中心。迷你健身室、跑步機、桑拿室、迷你泳池、按摩浴缸、迷你電影院、乒乓球房、瑜伽房等等，一應俱全。重點係今次我哋呢個單位叫價只係599000，仲包一個停車位、一個儲物櫃。同一棟樓之前賣緊73萬或者以上，所以呢個絕對係超值之選。有興趣嘅朋友請 subscribe 我喺 YouTube。我係 Maggie，我係 Gary，下次見，拜。